1200株树苗就栽活那么100树。寸草不生的茅屋说啥的，把树栽活，家道困难。我爷今年100岁了，他一辈子光就干这2事：栽树、治沙。有一把，你卖掉桥了。上！哎，你看来我给你开吧。哎。我叫郭建军，家住榆林地区靖边县墩口镇毛团村。我的职业就是光栽树，专业栽树的，栽树治沙。我也从76年，76年就开始种树、种草、种树开始。我爷今年100岁了，他后半辈子手都没断，光就干这2事：栽树。这个大的地，活一把算一把。这过去就是活啥了，我连什么也没有的。最开始全部是后沙梁，连一把草都没有的，混混后沙梁，一起风沙大的连野我都走不开。一年没说抽管道都没。早上如果起来的话呢，就门口那个沙堆的，连门都开不开，要拿铁锹了我踩了。有时呢，我爷爷他受过这个活的害，跟我说是把这个脑袋治住，叫我们的下一辈人受一个。他现在开车那可都打10几20分钟，以前就打1个多小时。树苗就靠人背，拿骡子车拉，人背上一部分，骡子车拉一部分。好嘞，这个房子我们90年盖的，这2间大房是工人生的。我们一到植树期间，这排大炕上生20多个人，已经现在30多年了，现在已经也塌了。当时砖是我们拿驴车头，一驴车能拉50到100块砖，拉上来的，拿驴车拉上来的。我们就盖这几间房，就连准备连带起盖我用了2年时间。原先我们没盖住房子以前的了，来回拉上来走的时间就得4个小时。我们把这个房子建在这儿，我们车住人也不那么熬了，栽的树的时间长下来，这树效率也快下来。这是我爷那会儿栽的第1棵树，85年栽的第1棵树。现在长了30多年了，现在我们这是一个人都搂不住了。
哎，这棵树就是我那年的这会儿喂的一个野猪，85年喂的一棵野猪，2个野猪没有吃成，买了1200棵树苗，就活了这么一把树。我们那年了，就是娃大人你就，油吃不上油，肉吃不上肉。1200株树苗就栽活那么一把树。这一棵树苗活了，我也还有派头，说哎呀，这个山里头杨树能栽活，他这才开始大面积栽杨树的。年年的这会儿栽杨树的相当困难，你今天你把树苗拉上一栽，起2场风，连根带树苗全部都给你拔。我们第2年出去再栽。就这么个，这年头一年栽的时间这抽活了才0.几%，栽了100棵树苗能活个1-2把。都到了第2年，慢慢就弄的，我们就10%，能栽100棵树苗能活10把树苗。都到了4-5年头上，我们就树苗栽的抽活了，越来越高了。都我爷那边上，他们就光栽的是杨树和沙柳。都到了我们现在的阶段，杨树沙柳不栽了，全部栽成樟子树了。他们上一辈人如果没栽上杨树和沙柳的话了，这比不好。我们现在栽樟子树也栽不进个，也不大活。现在我们栽樟子树的抽活了，已经1年能达到90%朝上了。不上嘛。我们一开始包的是1万亩，我们逐渐这1万亩里头完全绿化了，都到了98年，98年到90年8年时间，我们向外发展了3.5万亩。今年出去有个外国朋友来了，看了一挂咱们的蒙树沙漠，说扎了个扎头子，哎呀，中国人了不起。他们伊朗也是沙漠地区，他们那个沙漠地区，根本就没有树，还全部是红沙梁，谁也把这个治不住。我听我说，哎呀，感到很高兴。在过去的话呢，我们是人见沙多了，沙压点地人多一点。现在呢是人进沙退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了。我花去开过，这个可以揉吃，可以酿酒，可以做那个红薯梅酱，用途很多。我们这几年的感觉就是基本上1年4季就风沙基本就没有的了，自然环境条件了，生态效益各方面都好了。再一个，我们下一步就向经济效益这么些发展。我今年又栽了个几十把红树梅，生态效益现在好了，我们就说以经济效益。经济效益如果再起来的话呢，这我们就村里人的光景是越来越好。
抓住啊！我爷现在100岁了，也止不住手了，把这个家里包也都交给我了。至少这个是个小到慢，小到单一，小到复杂的，小到困难的一个过程。一代2代人把这个治不起来，要拉好更好的拉好大草，还得几代人接着拉下传递着。这个就是我也跟我们解释下来，你不管干什么事，你一定要把它干成，一定要坚持下来。你把这大后的乐器都要往最成熟，把这个起铃子就别年龄，哦，但是我死了以后啊，你100岁要栽的。100岁要栽的树。哦，很好了，没问题。能栽下这么多的树，100岁的还能栽树，你把这个道理听懂了。走了啊，没问题。你把这几点树和乐器起名字就别年龄。100岁铃不是别年龄啊，100岁铃。100岁铃。哎，对，100岁铃。100岁铃。走，叫给他起名，把这点起成都栽成树，给他弄个100岁铃，他100岁上栽的铃。你把这个好说的。别年龄。100岁铃不是100年铃。喂，我爷走了。我爷这个愿望你100岁龄了，我一直年年不是有灾有死的，我一年不得把那个大草的好好去的。